我觉得都好。对，我觉得都好，只要真的是对他好，然后他也喜欢，所以我觉得是都好。对。对，那是一定的。一定要像朋友啊！你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？你再拿那个什么威严的父母的威严，谁理你啊？而且也没必要啦，因为小孩都大了嘛，所以我女儿都快要20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她19岁，也一定要跟她当朋友。我认为她只要不要学坏就好啦，其他的状况，我认为只要你不是做坏事。应该都能够理直气壮、心安理得的去面对。那就是不要学坏就好。其他的，我觉得反正人生呢，你不管做什么工作，可能都会有一些未知。那所以我是觉得说，这个担心也是不必要的，不必要为他担心这个。反正时间到了，他就自然会去，一定要去面对的。那我觉得只要他不要学坏就好，其他的我都觉得说，其他的都很容易，都可以解决。我觉得都好，对，我觉得都好，只要真的是对他好，然后他也喜欢，所以我觉得是都好，对。对，那是一定的。对，现在再给妈妈看一下。我觉得任何母女大概都会讨论，如果讲得上话的话，就如果女儿愿意跟你讨论的话，我认为任何母女都会讨论这个问题，只是说她会采纳你多少的建议，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要讲多少。这个弹性是到底你应该要表现多少？对，春 Q 这个拉锯啦，意思就是对，你到底应该要讲多少这样子？冲突倒不至于，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，那就是大家要沟通，然后我会告诉他这件事情的理由是什么所以我会这样子建议。那他也会告诉我，可能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，他也会告诉我他们的为什么会这样做的问题。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折中去一起讨论想办法，因为其实，在某个部分，我认为可能我也像他一个老师一样，可以在某部分可以给他一些答案这样子。但我认为年轻人还是有年轻人的思维啦，就是我们最好不要参与他们太多的那个工作上的意见，如果他们需要的话，提供他们资源就好。这样子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能够相处的最愉快的。其实我觉得，我们也在学习怎么样跟小孩相处。对，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妈妈应该要很懂事，爸爸应该要很成熟。其实爸爸妈妈，像我只有一个小孩，我也是第一次当这么大孩子的妈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也在学着怎么样跟他能够相处，我们能够像朋友这样子。其实每个人都在生活中学习，我觉得我们当父母的也是要学习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